后来继续来看第二线北部滨海公路，往新北市瑞丰的密波东公园，讲这个磅空口早起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一台沙石仔车甲轿车相撞，沙石仔车弄破护栏，栽落边坡，差一点冲落大海。讲当时沙石仔车的驾驶有想要跳车，但是煞缀伫个车卡。 当场就无呼吸心跳，那轿车的驾驶身躯有几个所在受伤。一个沙石车因为弄一个真大的冲破护栏，卡伫这个岸边，因为边仔就是海，看起来真惊险。这个硬式轿车头卡伫护栏，钣金拢变形，玻璃嘛破了了。 零件落甲满世界，看出来弄一个真正烂。两台车相撞，弄到护栏嘛拢变形，断去边的交通指示牌啊嘛弄歪去。他说油管有点故障，他说把那检查要去工地，大家都很辛苦。车祸发生伫第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瑞丰区的变福路段磅空口，沙石车甲轿车对撞，沙石车失控冲出护栏，驾驶掉伫车卡已经无开啊。 轿车女驾驶被送去病院。我们到达现场，连接车跟自小客擦撞，现场总共患者有2名，一名女性意识清醒，我们已经送医救治，另外一名驾驶患者受困在车内，就是明显死亡，我们交由警方处理。 滨海公路车流量真大，经过车嘛拢驶真慢，警方调派大型吊车来处理。若有关车祸原因，需要过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